来继续来看郭文泰今仔日开记者会，讲伊的交通政策。讲到家人轻铁路的时阵是火力全开，炮轰这个执政党成骗预算才来写计划。郭文泰是突破，讲家人的轻铁路就是骗局。选战最后的阶段，郭文泰嘛加强着陆战，伊的支持者主动来发起着活动，跟着郭文泰大型的气球，要全台湾行透透。昨暝郭文泰是突然间现身，甲大家做伙行40分钟。支持者热情相挺，是互郭文泰真感动，脑光啊甜甜甜。讲到7公斤重的红仔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泰昨暗雄雄出现伫新竹，为支持者游行，为表情看出来，伊真激动。本身就会让人家感动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个自动自发的。而且老实讲我们也没有拨什么经费给他。不过，亲像安尼，支持者自发的行动，会当有偌济选票，唔知影。除了空战以外，所有个经纪人和民众接触的量战，嘛要做回实行。郭文泰除了伫庙口开工以外，选情拍算将会举办4场的大型造势。12月4场分别伫台南、桃园、新竹、甲高雄。选情的最后一个拜六礼拜是伫台中、甲高雄。选举前的前一暝，造势就锁定湘北，场地首选就是凯道。这个场地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当然凯道大家都会去抢啊，我们大家也会有同仁。其实这几天大家都是半夜都守在电脑前。郭文泰佮举行交通政策的记者会，强调重要的交通建设唔是干那选票的考量，唔那批评家人轻轨更加未热清调，讲要甲中这个范围扩大到南投，是咧欺骗选民。你先算算看运量有多少嘛，可行性评估是多少嘛，自偿性是多少，先叫出来看再讲嘛。我觉得骗子就是骗子啊，我就是受不了啊。讲到交通建设，开口就真严肃。郭文泰火力全开，要和支持者做伙行完最后的一段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